來呢，就是他叫拿上路從事理學話主處，有人到哪裡給耶穌有必養下，馬大書後，拿上路也到那當耶穌所寫的那段，腓利亞就拿着聖經結歸的經拿得香過，我耶穌的腳，用自己頭髮揩擦，屋裡就滿了歌的香氣。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耶律人猶大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30兩銀子，就是窮人呢？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該賊，又帶着錢人，想出其中所剩的。耶穌說：由他吧，他是為我安葬主日存留的，因為尚有窮人在你們當中，只是你們不想有我。感謝神，請聽讀到這個今日牧師所講嘅題目是為何這樣枉費？咱將這時間交給牧師。今日甲大家做個分享。今日其實我哋請了兩個會嘅玉祥先生來講未來，因為他為何這樣枉費？因為咱個國會掛燈條個招生會愛講，所以就愛其實13應該下到。這樣的這個規矩來正式嘅裏面都有能這樣像你喺前後13英原來就是10英加埋國咯，就是13英咁做但是這個中獎以下節目又唔登嘅台灣，唔登嘅了解，就是對我對這個節目為呢這個活動又是，當然用呢個嘅心態，那古怪應先到能嘅，到能嘅能寫，到能嘅時間，到能嘅教會嘅觀念要非常重要。所以呢，咱也無到要擺嘅時間嘅時候，都唔使只規劃是做呢樣，可能呢盲嘅呢牧師好似阿貴牧師，經過做了，剛才紅日嘅時候，咱就了解經濟。我暫時報頭呢，就反正佢要咩呢落雨嘅時候不計數嘅，其實呢個是伊能吃了嘅地瓜所以呢，咱以在咱大家有啲咱有啲無接到花燈過來無會過來嘅，咱就無辦法記着咱做嘅啦咱就是嘅苦嘅地瓜，就是呢希望呢就明年12月尾可以呢起升起來相對貴呢可能要會經過唔多，可能會啲呢9英13英隆重處理好嘅裝修跟環境，就是也要能夠介紹是啦，而咩呢咱是作對呢希望發布咱就可以使用啦直接是到明年嘅12月會華政府是一個寫到嘅字嚟到經費，因為主要係是到這個華中嘅更詳細嘅應該做了嘅嚟做嘅所以呢都有每日要嚟檢查觀念，香港教會嘅裏面因為是有一些嘅學會，所以說就是會有啲嘅經濟上嘅議題啦，大家可以來等等嘅係嚟嘅是嘅這個嘅真正嘅另外一方面大家如果到學會嘅裏面喺紅日喺前期嘅要來到特別真實嘅裏面嘅小點嘅另外一方面呢就要發展人數量定係定係定一係定係定一個有個土嘅鄉呀，有個土嘅鄉呀，有冇是定係
正係將俾我感謝生活啦，叫你幫助我，要我哋個明嘅呢個事，亦要我謝謝我嘅教嗰個呢個先生，嗰個係前期嘅定點，因為我們嘅經驗，將嘅事情，我就講他們話呀，將我嘅邊一隻我嘅嘅能夠做嘅裏面，都係這個力，嚟我比較嘅樣，嚟個定，完全正確重要事，將嘅我比較嘅事嘅，不是這樣，要去結合比較前期也是會嚟嘅單詞，特別為咗這個故事嚟講啦，有心嘅事，依足馬足，然後關注嘅前期嘅裏面，佢查清楚你要掛啲啊掛燈嚟個資料先係相對，思想中心，咁有時從我呢條要率感覺有正啲也是會，所以有時直敲嘅呢個人係率到這樣嘅，不過呢個是環境，我解釋朋友嘅咩嚟搞搞，要我呢件清楚個動作錯誤嚟關嘅，有啲正確嘅專家嗰個呢個研究關嘅出嚟，能夠梳理嘅開講，就話感謝了，有了是我人生歷史嘅做，有了就清楚嘅完成正向，用跌落嚟嘅時間，又有了幫助，揾到呢個話嘅裏面，經濟嘅明白了解，呢啲我嘅善意感動，喺嗰個做呢個裏面睇到呢個善意，又叫我能夠經歷，我就把呢個所經歷嘅自己嘅回事，要呢個應該到市場都係傳出去嘅，我就用嘅嘅教託到呢個清單，有了下令嚟，我禱告要主耶穌必須相信。呢個即係做乜事會開車要挽回嚇，而且大家頭有陣真係事情真係驚，大家會唔係開心。嗰隻時候呢，那條嘅搖帶是食係呢，呢個先所決定，所以呢條吉啲到時站到馬利亞是食快搖帶到全部都係事情嘅事，搖帶呢落大計呢，到時呢都唔知㗎。其實啲知識師大上以後我再點解呢？喺夢想唔該嘅事情，亦即是能喺居信所嘅物件，喺居信的清清楚楚嘅時候，嗰陣時候能所做嘅呢，嗰陣時候呢，就點解呢？要記得，或者係記嘅，點解上邊？所以呢，我覺得點解呢？可能嚟講每成日內乜學對講係，得嚟其實我就點解呢？都會講嘢嘅，我哋點解變咗啦？呢每成日對嘅點解睇咗成日，現在大家會睇得過人嘛？誒呢正正哇，食中規劃嘅茅梯生活嘅唔可以食少嘅啦，我係先咩啊？都可能生活關沙嘅話，即係邊個我覺得會係熱啊，呢個可以做啊。所以呢個時間能多次食中嘅飲嘅裏面，那個動嘅都要大家會開始有挽回嘅時候，要經瑪利亞所做嘅，要經時間所以落嚟嘅時間，希望能夠了解自己，所以呢，從話問時間呢，從足啲嚟揸啲，即係從呢要底嘅知識嘅弄得佢知識嘅題目，會解到瑪利亞嘅表達，佢經瑪利亞所做嘅事情。所以呢，佢就經常，佢就而家做或做擠立節，耶穌嚟到第二就是他叫拿撒勒從死裏復活。仲有一件事呢，就是一行福音做大嘅呢，成功都退呢，那條黑人點解呢？一行西都一行福華現象嘅出奇啊，或者直至呢，當中寫得清清楚楚。大家講點解呢？講為就係拆嘅啦，係了解。路加福音呢就話現象能係水清能夠大，所以呢就觸動到唔單嘅環境，而且仲能好清楚嘅了解這件事。做或在擠立節，耶穌就嚟到伯大尼，大家就等得所大，呢個就是瑪利亞嘅記得。耶穌每一直嚟到伯大尼呢，一直也嚟到瑪利亞馬大嘅記得，所以呢個係個嘅攞姐妹嘅姐姐啦，耶穌拉下瑪利亞，喂耶穌都叫呢個馬大都叫瑪利亞嚟叫，瑪利亞就拉到對耶穌呢個都。
但是做你唔做我嘅感覺咧，可能有其他嘅嘢，做或者立即就話你大嘅衰線，大家聽耶穌所打嘅話，呢度閃燈嘅時間咧，其實耶穌點樣嘅能嚟得點解呢？哇！喺回應點解呢？大家犧牲，或者仲喺回應大家做嘅信念，所以其實瑪利亞直路呢度閃啊，等瑪利亞了佢做或者之後，只直係點解呢？啊，只係若果喺地相照嘅時候，我耶穌直路行到即係數罪名罪債嘅事情嘅時候，瑪利亞直路到時候啊，呢啲嘅時間，耶穌喺好似即係過咗邊跨過十字嘅，都唔是應該是啦，彼此看到在所這邊，因為罪債已經係但呢就若果邊看到在所這邊，瑪利亞將耶穌所打嘅，我嚟講呢個點嚟講嘅走緊入面呢度時間，所以做話罪債嘅立即已開始嚟實施，所以佢先嘅時間，耶穌就喺耶穌就喺邊計呢？大家回溫嚟講拎住嘅走，雖然可能是邊計呢？啊，瑪利亞已唔知耶穌將一個情況咗嚟有，耶穌都要學慣，但是做話呢佢同時就係寫嘅裏面，但邊計呢？就是啊，他叫拿撒勒從死裏復活，就啱個時候直接講到啊，拿撒勒死了，耶穌聽着，耶穌人子有出嚟到瑪利亞嘅家堂，拿撒勒已經放進嘅父母嘅對白，耶穌就冇隻講將以西標出，瑪利亞是了開明嘅，能不能嘅事，我主耶穌嘅裏面都是能，但是問題是將來怎麼唔制，第二次制度做或在制立自己嘅小節節嘅時候，耶穌可能跳出就邊個啊？會往嚟到犧牲，呢可能就離開嘅。對於瑪利亞嚟講，多少多嘅時間，我令到跟耶穌嚟相處，我令到將搣計嚟到我所愛嘅、所憧憬嘅主呢，啊，呢直路到個事情，然後呢，伊就嚟到邊計呢？嚟到居域，嗱好重要嘅，即係呢個人嘅裏面呢，那好在首先是習以為常，呢啲就是朝夕就朝夕就會，那從來我就不想到出話，真正是咩嘅呢？離句能離句就該冇立即嘅話，那是做嚟用，我小會，嗰陣時候呢叫他啊，家庭起來要照拍啦，可能呢讀書要照黑啦，直到是朝夕就會啦，更實嘅就更實嘅啦嚇，我就我邊直一係拍住啦，那就會有時就多粒拍評啊、攤子啊、拍攝啊，叫可成績啊，叫行會啊，叫快樂嘅記稱啊，周圍面，那就叫嗱我唔是得唔對嘅，那個攞得讀書，那個叫可成績，那個攞得更實，那個冇可以升職啊，可以嚟到會記稱嚟五日嘅社會，那應該叫可成咗。但是瑪利亞已制，但是已制有今日同埋說是邊個呢？伊所簽係嘅主，可能立即之後冇咗啦，而喺做咩計就做唔嚟啦，所以喺朝屋企嘅時間，為伊所愛嘅主，嚟個做最好嘅表達，好少重要。下次做一下我哋嘅，那前面接咗很多最名嘅依個世界嘅裏面呢，呢個蘋果長老啊，呢個總裁嘅喬布斯啊，微笑嘅，呢個好在呢無以嚟到邊個呢社會嘅，因為每個蘋果嘅長老當面呢，香菇世界嘅嘛，好在呢嚟做嘅任思會嘅咁啊，但是估到最後嘅時間呢，所發覺呢已經散嚟，可能係繼續嚟送嘢，但是估到最後一段嘅時間嘅裏面呢，坐咗嚟到呢個禮嘅時候，都會太太要走，對唔住啦，就報數我來揾你，我才以為你佢，
為咱嘢上伊最好嘅時間咗咧，留家境，每個行行一界走來走，可能好少到家陣，好少得能嚟相處，所以咱到最後是一段時間已經是最後無期啦，最後只能夠計咧撥寡股為主義，所以將我每一隻所處嘅期啦，是為家境嚟講，所以其他嘅就對唔住啦，我唔會講。所以當你離開嘅時候，我就咱嚟相信你啦，就好似那樣更加是一關人會走，我就會相信啊，有人會計咧，成個蘋果幫助，是計家計老貴又嗰個加了直除咗就幫助過，就成個意義啊，即係就蘋果嘅小輝嚟㗎嘛，係咪啊？加了直除咗就蘋果小輝，但是我係仔，當時我希望計業會會，但是我可想，呢種一個事啦，所以係嘅，我只能夠將呢最後嘅時間留同呢最小愛所做嘅事情，得嘅精神。但有瑪利亞都是叫神嘅，以小心小事我做了就做，佢對我所愛嘅主，佢能夠點解呢？能夠定了呢個小惡嘅原則。嗰個時候，中牧師顧嘅時候，覺得有時候有時候我唔想嘅時間，嗰個時候呢，也能夠講話，哎呀牧師，我媽，然後呢就心裡唔好了喎，可唔可嚟揾佢哋手裡啊？可唔可嚟講咩嘅啊？佢哋創嘅信息啊，等於能夠信耶穌，那就積極嘅祈禱出嚟，我哋所有事說他，唉，所以你唔知咩？我等到離開，但是你真係正式嘅喎，要會聖大啦。我阿爸我媽唔不跳嘅，唔不跳唔跳嘅，所以就最緊打我啦，我等咗落雨啦，而家就咪到落雨啦，不過快等到咗年都唔使個機會，一盼望時間咧，我就時候，但我只有不時，平平靜靜係唔係積攢就咩咧？就時候就，但是我時候不停嘅，出來嘅時間講嘅嘢，出來嘅時間是咱所做嘅。咱嚟結婚嘅時間，咱又唔計點事，咱就把握咱嘅時間，我計咗了，能夠填橋，對咱出嚟幾十年是唔計嘅。瑪利亞就叫咩？咱所推嘅是唔計嘅，呢推就係耶穌。講咧，咱嘅生命是咩啊？有還嘅。耶穌人死不夠，依個家當，我哋能一啲好長節，超好計，超衝動嚟計。做姊妹，呢個阿弟師傅啦，阿弟是你上少計，你都唔係嚟到，所以啊，立平嚟到會啲嘢，做得冇佢做啲聲嘅點解？我係咪大三點解啊？拉薩路將你病頭，所以人做三點解咧？當人事話題。但是我相信對瑪利亞嚟講，經乜事情嘅時候，佢就拉薩路嘅離開，要明白。我只比我唔知嘅後生，但是都可以好咩道理。我嘅主啊，我所尊敬嘅，可能也是好咩嘅離開，所以就應了伊嘅生命裏面相重要嘅，能夠回應伊所愛嘅主。但是夢主咧，夢主唔是一推嘛，夢主就係我跟隨耶穌，甚至嗰啲耶穌會死嘅，所以我嗰啲嘅要睇嘅時候。就記唔記得哦？我就計佢嘅現能就死咗大咗啦。要睇知識唔係從來冇耶穌嘅，而係激耶穌啲咩啊？等耶穌出招嚟到咗嚟啊，嚟到強烈嘅地上嘅利洗啊嘅王國咗成啊！所以總之是咧而在耶穌被定罪了所以咧佢最後就將這30樣事情全部都指示咗嚟我買了呢個房嘢都冇留意境嘅話所以咧就最後。所以能睇呢個探知會咗寫啦，咗寫，然後咧唔制基本嘅情況，但是夢都只是推動市場嘅每一樣，推動市場嘅價值。只能只係平平穩穩嘅每一隻股每一隻就好啦。我有我家己嘅推廣，我有我家己嘅改善，我有我家己嘅處理。
瑪利亞知道耶穌唔係正式離開，但是佢或在表達新嘅救贖嘅時候，可能講咩？佢把握嘅機會，之後咩計呢？走嚟到這，是淨係最一杯嘅事嚟講。最一杯可能唔是先知嗰啲最一杯喎，而是要解得超挽回。我唔知其他門徒咗年有時候是咩啊？我仲等咗發緊條嘢是咩計呢？啊，可能其他我能俾出事嘅喎，最一啲耶穌嚟出事嘅喎，是咩啊？如果其他門徒會淨係唔得嘅佢話，我哋可唔得是咩啊？但是因為我答應係。事實也是，因為打正式嘅30兩形式是呢個強加呢個感受，是非常非常記得嚟嘅，啊，是係腦子嘅強呢個感受，有咗感情強呢個感受，就好似是直拼嘅呢個腰歌，就好似嚟個拍錘，又唔是老公也數咗你啊，慢慢興，好似時候呢，我想啊，而家我搞錯呢個慢慢興。呢是政治平嘅香過咗了，係講政治係香過，係講發水就政治咩計呢？話了其他係緊要，然後就發咗耶穌嘅係成就，然後就正當咩計呢？你呢個頭髮嗰層耶穌嘅卡是代表咩計啊？即係勞動嘅嘅唔是即係咩計呢？是即係所有情人嘅，但是瑪利亞竟將計呢，我就學背下嘅年代，應該就話嚟個陳人，表達以正正嘅尊敬，於是確定嘅智慧，於所謂嘅就是確定嘅教示，以至於定正公關嘅儀式，呢個就即係過呢場公關嘅儀式，嚟個於所謂嘅做表達嘢嘅呢，啊即係非常學場嘅。那個係紅人，那個係嗰個時候，那個該信是咩啊？該信係咩計呢？究竟我係似邊知特唔特別呢？我係似邊知嚟講咩計呢？嚟講處理是咩啊？上課嗰陣時候呢，嗰陣時呢，最近啊，做咗學生咗嚟華為來即係大嘅華為見到話現在教唔到教。所以呢，你點解唔少喎？點解直係呢計呢？直一咗呢個麥片菜英喎，出年都攰啊！我平時一到時咩啊？羅沙菜英又我成攰到時咩啊？我唔止你都爆話嘢嘅點解呢？而家好勁，爆話好食即係好疼啊！覺得係特唔特別啊？食咩條窩盤嘅？我知咩啊？唔食咩啊？都思想話顧嘅時候，有人講得特別之後窩盤啊？知咩啊？係件乜嘅嘢？大咗啊！我哋咩嘅？有關嘅感情啊！我係感情，將嚟強食橫呢直接就話算下算啊！依家好多時有關嘅感情，有關嘅大即係表得嚟。咁啊，少少人也是，但係食得呢條道理先咩啊？講翻出嚟是咩？哇！茶橫呢幾多度呢？點解啊？就是，雖然暫時茶橫呢有就話呢個呢，因為係咩個？太大咯，有特以食紅嘅輕紅，有陣時食紅邊嘅咧，對住佢係紅內嘅邊嘅係同經㗎，哇！我就以冇往上咧就唔記得嘅事情，我就有是咩啊？所以不過唔將就都唔需要就上每呢個紅開，有特都就上呢個上呢個，即係重要嘅以後經濟重要，當你注意啲。
耶穌係卡登，那就可以做嚟啊，做好在嘅相處，你好在能嘅修養，呢個有時會道理㗎，啱唔啱啊？所以呢，嗰陣時候跟住我哋討論啊，點樣？我哋討論住大家究竟呢得唔得呢張聖經？所以慢慢呢，能嘅信仰其實佢哋係改神嘅信仰，真係改神嘅。我嘅紅人，我記得呢，哇，紅人冇教會講話會潮水嘅微博呢，我所指嘅是要講話會潮水嘅好人呢。當然一路改神嘅時候，我哋那個信仰呢，係所以講應該呢，聖嘅路上呢就唔係信，我有時係大部分記得嘅，係咪啊？從那時候，那個最貴嘅所推嘅，最挪下嚟打，所以一個改神嘅時候，做嚟一件一風潮，咁樣潮嘅喎，係咪啊？所以做咗公司嚟打，所以就挪下改神嘅，不是自己改，所以摩西嚟打，我哋得佢揾嚟推，所以等佢了解以前嘅埃及嘅王子點樣啱啱做，就咁樣啦，跟到跟佢啦，點樣意思？埃及嘅王子，而且我為什麼做你放棄我王子嘅地位呢？我被對刷，我個流浪是咪啊？所以食得不妥好嘅事情，而且咧冇在成意嘅喎，有激到要咩嘅事先，仲有兩咩嘅先係應該做事都冇辦法接到是咪啊？全都就過世，都個新嘅事情係開嘅都係咪做？直接唔係做嘅，你咩係嘛？個只淨係波數，淨係高升高跌，非常好，直接話話順順。那甚至乎有得分推嘅，我仲會有實呢。瑪利亞呢？嗱，我唔是得知佢瑪利亞，耶穌嘅母親瑪利亞，仲話而家佢推嘅佢，我甚至於直接會得領先咗你啊，會係費事條嘅，寫字直計，只係同大只係係耶穌，更要計耶穌公司，所以佢居心推嘅係會，我甚至於又會咁樣嘅執事嘅，至於做華人嘅喎，點解呢？學水能相信，有價值，呢個心裏面嘅盼望，就將就是嘅會上大嘅路程，但係呢個心啊，世界覺得哎呀，聖耶穌嘅人，就呢個心做緊啦，所以就我嚟到幫助，先話有好大嘅影響，先話呢個咧有好在我做嘅夢夢嘅呢，我就是朝向永生不還是難怪呢個嘅
呢一路平順，冇咩空冷嘅啲人認為呢，因為咁樣嘅。呢條路都是日先嚟翻呢，先會學在嘅，學在嘅點解呢？學在係意啊，學在嘅福氣啦。所以呢，有陣時我就能打點解呢？當真呀，就點解呢？我唔想我就點解呢？我唔想我就經濟嘅工啦，佢先總會個好點解？因為就冇咩直接係個祈求是咩啊？先話呢，我都係先個談處啦，這先因為事後嘛嘅我愛做，所以呢就事後嘅時候，我嘅情緒呢就，但是呢從來唔有呢個點解？啊，呢個好正嘅。但是呢，我覺得做緊呢是無知我啲我能唔去拜子嗰隻計呢，嗰隻係也要西裝嘅隻計紅人嘅，嗰隻計切得講嘅，我正直呢，我睇呢個時候我是偷到落嚟嘅，我嘅係要從話就係能嘅，所以我是叫咩死情做嘅，我拉舊嘅時候呢，我就會上要話我拉舊嘅時候呢，我就撳下先，但是出嚟喺拉要係個夾嘅時間幾長，因為我睇呢個時間呢，又話是會上時間，所以其實有合作嘅，但是對呢個呢，只係冇夾啊，只係唔該拉嘅時候，就究竟拼命嘅時候，而家唔少個叫嘅出嚟插數嘅啦，就是因為呢，總之呢係對健康價值會上，所以先日數係咪係同緊係流乾係落藥就咗成日啊，所以齊頭，所以拼命插數，以希望能高層世界成功，所以加埋我朋友出嚟，我哋嘅其實係有個後係旺嘅點嘅入會上中間點嘅咯，所以就後出呢隻嘅，所以嘅心裏面會上，所以個時間而係裏面攞得特殊，有攞得嘅好事，不管係會流能源，或者會流能源呢就用了呢隻嘅會嘅好嘅社會，因為點解呢？你時候到呢隻嘅都需要，有嘢到如果咩呢？
以能夠做咧，你原先係拎教唔講嘢嗰啲，咁係點？我話睇佢嚟到公開啦，係咪啊？佢只不過可以回先嚟緊就，回先嚟調整住你嘅聲台嘅時候，我就發現咗你啊，像依個啱佢嘅啲，佢做咩咧？我對佢而家像依個咧，我知你啊，有時間，都咩？嘅機會咧，好好嘅嚟，甚至係
姐妹嘅節日咯，紅一藝